领导老师准备前到一公，昏到一公，课台是好。检查说。坐下。喂。下无啥声哦。有啊，有。有处宜定啊，有定宜静，有静宜安，功夫基础，即物欲传销。安尼咱就物欲，你爱贪嗔痴的抽身代志，就会当传销啦。咱就安尼修气病、色化自然的气病所苦的遐无好的遐，就会当化掉。对我就真正啊，袂识较功夫，就真清气啦。所以咱今仔修道就爱修内性的功夫。咱拢行化务较济，拢知影度人救人，但是道失家己修家己拢较少。所以今仔日有道通修，有人通度，尽量拍拼度人。即马度人都少啊，即个度人有当时啊，咱想要求即马共个共款啊，一个两个安尼啊，较少。毋过咱爱好好啊，虽然是少，较无咧点道较少吼，咱爱好好落实，好好啊看经书，好好啊修咱家己，改变咱家己。毋知影怎啊讲道，若歹道，怎啊无咧道，家己搁也无进展，迄个时间怎啊空度良循，一日过一日，安尼要安怎对老母讲？迄日两个参会班吼话都无参加，无人看到老师来吼，规伫遐吼诚久呢，安尼呢，讲伊要安怎对上天交代啦，安尼。若像咱修这个行的啦，伊要安怎对上天交代安尼。所以讲伊吼，大家吼安尼就对。所以讲的是呢，做老师嘛，真无奈嘛，真艰苦嘛，一个主学一个坑嘛，各人的修持无共款嘛，所以讲伊嘛是烦恼，看到咱的热诚，咱讲我就真拍拼，真热诚。其实讲拢热诚是咱的事业较济啦。你我大家拢是安尼啦，真正用心修道的较少的，有啦较少啦所以讲咱来有静宜静，有静宜安，功夫甲迄个有欲气病拢会消啊，内外的真正天真独路，咱的佛性就独路，迄个佛性的水就走出来。虽然不多，而道体入面，咱的道体入面甲非常的正立，非常的正。感义顺通，德用传义，用德传义。然后带人是带心，以德化民，感召天下。所以讲咱爱用德来化民，咱要用德就是爱做好看，人甲爱要参你学，爱要甲你行。你若用嘴讲的，无要做，人什么人要甲你行？你讲互福杯，对毋对？你做头前行互对，人自然后互法就会对你安尼行。所以讲的是呢，自然而然德用传义，心常安，即精神清明，自然清明朗。而心舒泰，世上安，即万事如意，而世道哀福，自然就迄个水龙走出来了安如何能力？上出有静宜静，宜安静，乃有动宜入静，拢爱对动，了修心法变静。本来咱做动，了修心法变怎会静体？了会静体。所以讲是咱人每一个人拢会动，所以佛家的六度万法，六度万缘法，伊说，迄禅定才度三乱，因为你要互禅定，禅要伫遐咧坐，就是要克除迄乱，禅定度咱散乱，咱的心作无散乱，心高意慢就拍3000里个，所以讲要互伊调伏，会倒转来，所以讲爱用禅功去克制佛教，就是安尼。咱下修呢，是下修都无共，赶紧救度遐，一方面度人救人，一方面修咱家己，毋是家己向外，家己无反自照，无内修，安尼嘛不足啦，所以讲呢，
动前到结就会生，爱先顶端生动出来。当伊先起心，心就生出来，位置关，心生出来就会去看好歹，对甲毋对伊就去看，反观内照，家己反观内照，我安尼做对啊毋对，我应该去做啊毋免去做，你家己就会内照。去某就存心，迄个无好诶就去掉，就纯粹拢留迄个好诶，咱人内底会歹足济啦，咱遐就爱气动人心，所迄个歹留出去，本所车车去，逐个一礼拜来车过来，你拢感觉杀好车车去，好诶才来，安尼啦，反正合理，拄成假象，拄实拄，按咱的假象咱若拢要看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来亦如电，应作如是，嘛是反啊，嘛是爱如是啊，所以拢爱假象，建立起个法相，自然就我当了万事归一本，以立大学之体立，率有本真之实体，所发生之实地，辨是非，辨善恶，分邪正。识真妄为入心之经纶，为处世之典范，不共相存。所以讲的是呢，咱若有反省家己，拄假象，伫咱的迄个法上呢，自然而然万事就归一本啦，拢总就是归佛祖啊，拢就归佛祖啊。这就是大学的体，迄个理啊。所以讲理是爱治家己，就搁治万民咱家己好，搁无够，着别人爱好，安尼才有够。我敢若道好，别人我敢若先道，别人无先道，你无了愿所以讲利万民不清零所以讲的是呢，咱会先道，现在要救大众生，要互使众生会当甲咱相像也若无伫呢最深火焰这个当中依心合入所以讲你咧修行、修道，慈悲心，遐日子嘛伫水火遐深火焰的当中，你有去甲拉伊吧？你有慈悲无？咱无慈悲所以讲的是呢率有本身之实体所发生之实地，对实体变就甲咱的实地，真正地为开，妙地为开，就会当辨是非。这项代志对甲毋对，咱就会当去辨别。好甲歹会使做，甲袂使做，对甲毋对，咱就知影。辨善恶，这是先的恶的，恶的咱就毋通安尼，就毋通参行安尼。若善的，咱就来家己。所以讲下时就会当办，这是好甲歹，毋通含，人骗去要卖钱，算了你还佫毋知影还佫多安尼欢喜安尼。像安尼为着做好较好，来个月一个月会当要赚到几十万的安尼，拢遐空虚妄想，去就叫别去你也无想，你也无功夫，干那做一个土工尔，你也毋是有啥物特殊的功夫，你一工要共趁遐侪钱，哪有可能？对毋对？世间哪有遐好工？若爱好工，就因遐家己趁着好趁，就叫咱去趁。爽到一寡头壳就拢无法度辨别是非，毋知影善恶，干那为着钱才好趁，才好趁，毋知影讲人用一个篮仔要甲你关起来，你都毋知到去知影讲惨要知就歹代对毋对？迄个好诶都上万安尼所以讲爱分邪正邪甲正，你爱会当辨别，识真妄为入心之经纶啦这处世之宝教，咱爱相时常爱了解啦美恶自照，好歹家己去自照，家己去看，你家己水歹，你家己知，你用讲就无路用啦就咱家己看，咱家己爱反观自照，平权平相平，好利无差，平节富足，所以讲家己安尼平看看咱爱有平常心，自然你若会当安尼做，分毫无差丝毫拢无差就对啦迄个一毫一厘袂去差别去，自然变节就富足，本身就富足慧光就相明，迄个光不是拢是迄个心拢归兄弟姊妹的心，你的慧光不是就相明，不离而离，毋免阁考虑，你就拢会知。
因为伊日常咧做，就拢做好事啊，无咧做无好诶，无好诶唔爱听啊，唔爱嘛，你嘛袂去做。所行适当，伊咧做拢是作适当诶，袂去惊有着去诶。随适言而不动，乃有感而随通，以达大学之大用，道体得用，自然拢谦卑啊！你就拢要袂做唔着去啊！哦，你若有研究甲遮定性安尼的功夫，自从咱的好会当叫别人，你有迄个爱心，你就袂去做唔着啊！就体用就拢谦卑啊！用知用言自传，不思即办，理苦即安尼啦吼。用知咱用言的自然的拢苦足啊！咱的用知用言，咱拢知影。哦，要做事办事拢有咱苦足。有事则不离不无理不动啊，袂去做唔着，咱就袂做唔着。小常啊，早期太时啦，强则独善其身，得兼全天下。哦，咱有人写正无工样做，都叫做早期太时。咱下当进步无，就爱研究。独善其身，有人时啊，咱就为了困苦，种种无法度出来都困难，咱爱独善其身，袂使做啊甲放弃去。等互咱有法度搁出来做，咱爱兼善天下。毋通做啊退钱，退钱是家己对你无好处。前辈才安尼甲咱鼓励，有人才安尼甲咱鼓励，你搁会误亏咧。人哪甲你鼓励，你哪误亏？其实若要甲上，你也好啊甲上。前段人前辈才要甲咱鼓励。就是咱有体质啊，大家同心协调嘛。你若体质实来讲咱上半路咧日本当足可怜的啦，足可怜。所以讲人为着心中之爱，道情来甲你挽救安尼。你若搁误会爱都唔对安尼，就安尼辜负着人的好心安尼。所以讲有法当做，爱兼天下，兴化即亲民，亲民的功夫爱赶紧大人救人。用则自立无损，正地化言，行止自在，无入而不自入，安尼就当得啦吼。这念的过就好啦吼，伊主要方法是定睛安利啦吼。即马因为迄5步功夫就够得啦吼。你来做到迄个业就消啦，伊讲业消啦，业啦，业就消啦，伊讲业就消啦吼。其实。是业消，业无消啦。欠人的拢是爱正事，欠人的拢是爱行人啦，是干那业消尔安尼啦。因为你有做遮好，就较袂犯着迄个业啦。毋过业搁伫个啦，业着咱来行功立德，来行人才会消啦所以这念过就好啦。以上定睛安利之功夫，经济明体大用啊，体则无不必，无有无改变的。用足不不周啊，就袂无周到啊。即大人之学成的，大人的学就成的，学上大人之学啊，自然就成啊。大人之道就得啊。知止大学之入手，定睛安利，即为造业校验之功夫啊。能得者大学之成就呀，各项条目技术就一结啦吼。如果安于不离，原有情而无动，敢若有情无动，安尼就袂使；有禅而无观，敢若有禅尔无去看。有如死灰条木共款，亲像迄木柴打入共款，无法度互相。动静不能互相啦结动不能一如啦，即不见造业之功啦，更无有达用之妙意。离而不安者。即有动而无静，有观而无常，即动静无病，就无一个依据啊！动静就无一个依据。错误得失，错误啦接受你上接受就会得失。有安而离，你若有安而离，即体立用，行大学之道，自然得利。无法离而能得啦而家家己做一个迄啦吼，对知止啦吼，知止如何有定，定如何能生，如何能安，如何能离，如何能得，尾爱达到至善地如啦吼。亲像大学的科学、新闻、心术、联办达成达到至善啦吼。这叫做定睛安立的科学，讲朴自性学。
咱时常爱讲丰富性学啦，毋是讲你做后讲，毋是讲你学习作有，你若无看经书，你有当时啊人咧讲啥，你有咧听无？哦，你若哪看过哦，原来圣人所讲的，到这2000多年啊，大家还阁遵伊是圣人，伊所行过路绝对无毋对。你若哪看伊所行过，伊所讲的自言自言啊，你就有科学啊，你就会知，人讲啥你就随便会知。哦，来阁爱新闻上看嘛咧，哦，啊毋捌就爱问，哦爱问新闻，啊神书就阁想，就阁爱谨慎去思考去想，对甲毋对，就是明白。啊来会使甲袂使，啊才去做，叫做代志人，这叫做方法啦。到尾啊，达如就达到至善真自的境界，人爱你就拢明对啦，对理智到底，你就明对。倒过来就是谦虚、无看啊、无敬，所以讲其实讲咱人啊谦虚，后壁迄两句就毋免阁讲啊。你人都会谦虚，就袂夸张啊。你就是袂谦虚，而且会夸张，毋则会骄矜，会骄傲嘛，哦，会骄傲嘛。啊，无看话啦，就高分加贵嘛，哦，话4两尔，讲甲10两够，你真冇迄种人，哦，话都无物件，伊嘛讲伊拢偌好囝，出门人看人吃，话讲做好囝，我嘛讲我嘛好囝，尻川斗袂上好囝，我瘦瘦啊尔，去囡仔斗一个坐起来就起来。哦，啊，所以讲吼，恁好囝嘛是爱看人吃，啊，你咧大要创啊会，你咧宽要创啊会，哦，所以讲爱实在理在啦，这拢咱的啦，好囝是因的人前世有修，咱爱家恭喜，迄是你前世修来，你即世才会好囝，要若无嘛通我相像，不过我要食有够，要用有够，你好囝是好囝你的啦，我嘛有的呢，我要食嘛有的呢，哦，对不对啊？我嘛毋免甲你招呢，啊，若要甲你招好好，迄要甲招你是搁较贵咧，有伊毋招你咧，你知毋知？吼，啊，所以有够用就好啊。哦，啊，人伊是人伊前世有修，你若前世有修，今仔我今仔出世人王已经洗着，落土就越过来越过去，是安怎我无去互洗着，对毋对？人迄咱就爱讲好，人会来遐尔福气，就是有福气的人才有洗着。哦，破桥造路，起桥造路神，真济明明是啥？迄种人，别日无做神，别日就迄洗着啦。啊，若洗着来，就是要晓，哦，有钱的人安尼。啊，你就拢无正善，你要怎得成果？对毋对？你也无正善，也无做，干那要等修行，哪有可能？也无大工做，干要领先生，世间有这正好个。所以咱爱甲因感恩，啊，爱甲因讲哦，迄是你前世吼的福报。你今仔日人叫人家付出，安尼，毋通甲折度，话要好嘢，后壁甲记住，足歹听，叫人好嘢就去死安尼，话要好嘢死，哦，歹听个，哦，迄就是带折度的心，咱讲哦，恭喜哦，迄是你前世所做了的吼。所以讲吼，谦卑在人前，咱爱谦卑，逐项拢爱谦卑，搁修嘛爱谦卑。你有好的学习，你怎样讲道理，你学习做好，你嘛爱谦卑啊，哦。那刚才总统讲的，谦卑再谦卑再谦卑啦，看迄个谦卑偌宝贵，谦虚偌好。伊甲你讲，谦卑在人前啊，所向尽通啊，你要行到对拢会通啊。哦，啊你若讲哦，你若谦卑啦，实在行到遐，啊都无路，我都毋知路，我讲啊某人啊，借问一下吼，迄某人嘛有技巧咧。你毋通参你爸年纪的咧，为70外啦，你也70外，人也70外，你讲无阿伯啊，要去台北，你倒会早去？你若后壁爱有人先来看一下。伊可能有插伊咧，你若较黑人，较顾这个伊插伊咧，伊举头甲你看。我阿伯啊，要去台北，你倒会去？伊毋插伊。你就是讲，我毋着问我教的，安尼。哦，啊！你搁甲问一下看卖，还是透伊若无听着？阿伯啊，要对别对要去，甲你看着。你几岁，我几岁？你嘛70外，我嘛70外，你叫我阿伯，我个老啊，对毋对？人啥要甲你应？啊，你都无礼貌，人啥物人要甲你讲？对毋对？咱着爱谦虚，啊，好个尊重，好个称呼，哦，对毋对？做咱人来苗条，小细粒子苗条，我较遐甲遐。大家无
我谈，迄我伤心。啊，若食到遮老苦好，我才食到遐老苦，迄我伤心。你若讲人迄娇小玲珑，拢袂老，迄到食老啊，伊感觉拢遐少年，好伊听法，还佫安慰。迄若较大苦好，人伊食到安尼足稳重，真稳重的安尼，伊听了嘛欢喜讲。你甲讲较大苦，我着伫3个月就咧气的。哦，所以讲讲话爱有技巧，爱用咱的头壳，安尼讲爱谦虚。哦，火烧你毋通讲火烧足歹听足恐怖，爱讲满天红啦，满天拢讲红就是火烧啦，满天红。哦，看到高山啊，你毋通甲讲狗，哦，遐一只狗好诶，我歹听，野狗足歹听。哦，迄叫做树上公啦，较文古话，拢咧变奇怪。哦，迄叫做树上公。啊，若家人诶，你毋通甲讲哦，哦，迄家人足歹。都恐怖咧，拐法人个咧，迄你拢甲讲，迄叫做纳凉法，迄种拐法人去伫遐纳凉个啦，安尼啦，会恐怖诶，拢袂恐怖。哦，所以讲讲话爱有技巧，哦，毋通讲话吼，讲话安尼无技巧，迄上较早，若咧嫁出来，迄宝具就上大咧，宝具若无来，毋敢开刀咧。哦，迄一个后生咧娶尔，安尼时间一日要到，人客无偌济。主家一个出来看，到了宝具也未来，宝具无来未开刀，参即种无共款的。啊，迄个佫含慢讲话啦，爱着看快入就好讲，像安尼啦，像安尼，像恁大拢是安讲，像安尼，应该来也未来啦，安尼。爱着要行，啊，着宝具也未来，迄应该来，迄应该着提早来啦，迄应该来也未来。请问你坐伫遐会欢喜袂？你嘛爱上去，阮无应该，迄应该才袂来，啊，阮就无应该。你看你坐条个，伊也溜，溜到厝无偌济。你较正佫出来要看宝具来，无宝具佫也袂来啊，小安尼啦，该来无该来，啊无该转去佫转去啊。你坐条个啦，无该转去佫转去，啊，阮这袂该转去。啊，你家己嘛是佫选。但宝具来，我甲请宝具几啊了不起啊！迄含慢讲话就是，所以讲讲话我爱有技巧，哦，对不对？因为恁爱困啊，我无讲我互恁欢喜睡袂使，因为恁若困去，你毋知我咧听你讲啥话啊。所以讲吼，骄傲在人前，出无就难听。所以讲咱人袂使骄傲，啊，你因为你足够，你嘛爱谦虚。所以讲做5万啊，在人前出无就难听，因为你上骄傲啊，人较无爱，地利之气啊。所以讲你要行到倒就无路啊，人就唔爱参与做伙啦。哦，迄个人足自夸、足骄傲，唔好甲你讲吼，足悲惨啊，足骄傲哦，谦虚是做人处事嘛会向成功之重要的动力咧，谦虚啦，哦，是要行向成功的最重要的动力。谦虚的人，谨慎踏实，努力补足不全的。有谦虚的人，伊唔对，伊了会甲补全。咱人拢会做唔对，但是伊知影伊对做唔对，拢会好好啊，甲伊补甲好圆满。失败就会远离，那安尼你有考虑，迄个失败就哪来哪少，就较袂有失败啦，哦，就较袂有失败。谦虚的反面呢是傲慢。种5万人哦，伊会用人的以为伊是啦，无法自我检讨啦，自我反省啦，当然也无从进步啦。哦，所以讲你若5万的人，伊自以为是，我想讲，有人时啊，人若要甲你讲，你听袂落去的，你的唔对，我甲你讲，你袂接受，是安怎袂接受？因为我讲啊。我讲安对啊，所以讲你袂接受，你着要用一个理由来甲安抚啦，安怎好安怎啊？我甲你讲，你若要袂接受，后摆我就会甲你讲啊，安尼你就袂进步啊。人这甲咱讲，会甲咱讲，迄种就是足疼惜咱的人，有人才要甲咱讲，外人通甲咱讲，咱爱感谢慈悲，感谢慈悲，互我留唔对的所在，也互我慈悲一下，安尼。哦，所以讲，互我有阵时咧讲吼，咱学习
有人咧讲较含的，我拢这点的书这较经济较压力吼，你点的书这较压力吼，有点书这吼，我拢会甲请教，我人家伫啊，我讲安尼吼，不足无吼，不足吼，自卑一下，甲我指导一下咧吼，啊无我若讲有叫伊讲伊去吼，有人写伫遐讲讲唔对啊，伊佫讲伊，我若听你爱做，我都做唔对去嘛，咱嘛足谨慎，咱咧讲道理足简单，伊强对唔对拢伊讲去我嘅，迄阵无咧讲，即阵咧讲吼会谨慎，看大家咧讲吼，强行谨慎，强就是讲，行讲讲唔对。害人去骗钱，这过是拢我的啦，安尼才会强。所以讲要讲道理，嘛足谨慎，用心去研究，用心去看，因为行过实的关系，吼。咱若欠伊我给你人写讲了唔对，人会甲你包容啦，吼。你若交警的人就袂安尼，交我的人、5万的人就袂安尼。所以讲你若5万，家己无法风险，反正无法大人检讨，当然无从进步，你到遐尔。要搁进步困难啊，因为咱甲你讲，你未接受啦。人要努力欠伊呢，安怎欠伊呢？下骹有4点啦吼，以后有4点吼。第一，位高义如下啦吼，位悬的人，你若做官做哪大个人吼，爱如心，爱比心下。欠伊个人地位愈崇高，伊的心愈见欠下，伊的心爱愈见欠下。相反的，颠倒变来讲，做人最惊就是面满不动，满面摇啦。规悬的干仔啦，甜甜拢袂叮当啦，迄就实在理在啊，真在实学的。伊若半悬的吼，好，小可仔用就切切着啊，摇来摇去安尼啦，吼，迄就是讲，咱人较有诶、有涵养诶、有谦虚诶咧，吼，人安尼实在理在啦，吼，足低调，你看无啦。像迄田桥啊，出来穿个甲歹歹啊，你也看迄像现代迄边迄一个工业去伫遐尔尔，安尼迄临时不老好个田桥啊，拢一去啦，安尼，吼，迄一皮拢不老10万的啦，若不老好伊就从一去啊啦，安尼啦，一暗安尼糊起来，安变田桥啊，伊出来穿3万板，互你甲看有人时啊，你若要去甲买一间厝吼，人袂阁看你无去啊，你头发当买厝。一间厝2千万，你哪有法度买啊？哦，有人啥物发病，你敢有法度通买啊？安尼就讲轻视，唔知影讲伊这个付现金互你咧，安尼。哦，所以讲为了看山路，为了看人嘅，咱人袂使看人嘅，尽量爱谦虚，袂使用你嘅心去测度别人，安尼叫做控高自大、自卑自小，爬哪悬摔到到底，变做食咱人。哦，多种嘅无有物件却。好价好话，声声气声气叫声势啦，只有显出自己的不足啦。内底若无真在是合无物件的人，就狐假虎威啦。你若看一只猫啊，看到人要甲掠，还是虎要甲咬，迄只猫啊嘛拢会颠飞咧。哦，像咱要甲讲，伊嘛困啊，有走袂去哦，走袂去伊就爱走啊，无惊着着甲掠去啊。所以讲，伊就知影变定啊，走袂去啊。好，伊困落来，你看会惊咧，我伊走袂啦，安尼。你若无走，我来走，无我生啊无伊。迄叫做狐假虎威。你内底无物件啦，你咧碰啥啥安尼着。哦，迄叫做好价好威啦。哦，迄个气叫声势就是安尼啦。哦，要互你看紧张袂啦。我你看袂甲我掠袂，袂甲我控袂，我嘛功夫袂歹咧。我嘛会教人咧，安尼，而且迄无花无啦，迄是假咧嗨安尼。那安尼就显出伊不足啊。咱人若无北内无物件，你佫讲甲外迄人都唔相信啊，都唔相信。所以讲，有咱爱实在理在啦，有云虚心顺人高贵，自负顺人肤浅。所以讲有人咧讲吼。虚心的人表示较高贵啦，你有谦虚的人，咱感觉这人涵养袂歹，感觉真高贵。若较肤浅的人，为作肤浅的，你爱就切干着的，就像半边的水的，小可看就切干着的，迄种的，迄种的素人肤浅。所以呢，当地位哪悬的时阵，态度就爱愈谦下啦，爱愈谦下。
火落离主力用啊，主力用，我较睇见啦，因为我啊时间袂使共接应啦，我以后是做准时的人啦吼，所以讲咧，该赶快车嘛，该赶快车啦吼，所以讲咧，火落离主力用，当好伫高位火落的时阵，千万唔通自满得意，咱若位置足悬的人。得到真济的薪水的，千万唔通自高自满得意，得意，刚刚好足业务足得意，好，我是八啊悬安尼。其实八啊悬拢盘稳如盘好，你若是皇帝，边啊足大足有迄吼，有人写花，唔叫是花无去就无去咧，所有会做官的人，做大的人，有人写伊就会歪高。伊有迄个权，伊就会歪高，也无要治国明天啊！现在就爱规修身齐家治国才明天啊！你身若无修家，就变怎做啥？你若有修，自然你去国家用事，你就袂歪高啊！该我的我听，无该我的我袂听啊！若大家袂歪高，这个国家就富强啊嘛！对毋对？百姓大家生活就袂歹。你一个做大，一个甲歪两个，歪三个，歪道理人安尼歪来歪去，来到这个国家。好个嘢啦，好嘢啊，散嘅嘢散啦，对唔对？袂当去小可去评鉴一下啦。好嘢散差者啊，你社会就要平和就较困难啦，较困难。所以讲咧，有火落嘅人，千万唔通自满得意，应该简朴自约，简朴啦，较简单嘅啦，唔免着你食迄满汉全席啦，安尼啦。好，食好，穿好要做功课啦，就爱有钱啊吼。较早爱阵咧无钱，食成破车嘛，我袂记得讲咧食成破车嘛，即嘛好有钱尔，伊就好好享受啊。来世间毋是要享受要创啥，伊毋知影享受就是苦啦，安尼啦。若知影修行，才是上的智慧。你若毋知影修行的人有哪来世间福啊享尽，空走一日，搁倒去，有哪是轮回啦。咱6万年来轮回，好佳哉咱今仔日会晓修行啦，会晓修行，会晓行这条路咧，这拢是上帝的啦，才会晓行啦。都慢慢行，慢慢对啦，安尼啦，慢慢行，慢慢对。那计条现事，撇个也好上心啦，愈计条多，本剑时空讲的，君主官约，则不也无本啦。这个君主的人，伊穿插只。足简单，足简朴，足简朴，不要有物，袂去互迄个物质甲伊引诱去，袂去讲，无看讲好，这个物质，这真正衫遮水啦，去无买袂使啦，安尼就叫引诱去啦。先生较袂啦，太太较袂啦，恁家己毋通有好人啦，安尼，若互你去报个公司，看拢到底，迄男足水咧，迄下袂歹，迄下袂歹，其实你都无欠心情。毋过即摆水无买，你就心就烧烧啦。买倒来全部三角，伊搁算会趁数啦。无搁找无买啦。其实无欠心情，内底衫裤够济啦。查某也较无，查某的上水都一领白色珠一束西装卡的，安尼尔咧。爱较看嘛是白色珠西装尔咧。所以讲咱君主的人，甚至官主的人，伊做官咯，简单啦。简单。咱像迄做干部的即个修士的。曲中人心随迄种共款啦，无时啊，处处流草，这拖衫做了，枕头会当困就好啦，安尼。有个人就无共款，无官用趁济钱，迄有个人一日一暗干啊带离社开价不来10万啦，困一下不来10万啦。迄若好，迄若咱的境界无够迄个啦，人个趁大钱才带会起。迄若我譬如我若要不来10万若要几万块，我倒爱车来困。规点钱就天光啊啦，安尼，我着搁先不啦万啊。毋过人有迄个本事的人，人伊迄图无感觉安怎？人悲人气死人。人迄歌唱安尼是演唱会是一个老高地自己拢几亿个，咱自己趁钱无？人自己趁钱无啊？你看，人太遐济，所以我要怎比较？无怪人咧带钱有偌济钱，迄几千就袂迄个，迄也种土白的。其实咱大嘛，6尺4方安尼尔，
哦，有人较舒服，但是时间过慢了，囝嘛袂起来。哦，伊若欠底人的，较欠底人，伊就袂去带迄个，我带小嘛了，目睭离迄客气搁开起就天光安尼，安尼我就信起来咧。所以讲呢，袂去互讲家引诱去，可以得道而行，纵然得到万种福乐，也不可以胡作胡为啦，毋当乌白来啦。得到福乐真高的，领钱真济，做大真大的，你嘛袂使胡作胡为，袂使乌白来，用你的关系要甲安怎？用你的钱要甲安拢袂使，拢袂使。业力恢复，热力恢复，袂使安尼足拼命开，也袂使拼命讨钱。咱爱节约，只有淡薄干预，才能以正道而行。有淡薄，只有淡薄，大家爱干预，简单就好节约。安尼呢会当过就好，才能以正道而行，照道的行为咧行。不被世俗不对所牵挂，袂去互世俗的物质，拿来牵甲安尼倒落来，绑甲倒落来。所以讲，一生的修行爱摕出着咱的智慧。人为是靠智慧咧趁钱的，咱智慧对也袂对咧。我即摆讲一个故事讲人一个智慧外口。较早一个阿婆足够趁钱啊！伊相信有钱摕去行啦。因拄着银行长，我阿婆你是咧做开什么公司啦？是你囝咧开什么公司啦？你若遮有钱，相信来咧行啦，安尼啦。迄个阿婆讲无咧，我囝嘛无咧开公司，我嘛无咧开公司啦，我拢用头壳咧趁钱啊！伊讲爱靠什么头壳啊？我拢头壳烧书啦，我毋捌咧输啦。我拢趁钱就对，毋捌咧好晓人英语嘛会输，他会烧书毋捌输啊，无你要头壳烧书呢？安尼好啦，银行长，你后壁他就过一条鱼，真大粒啦，太有啊，我明明都有啦，伊讲无啦，我家己有无，我太毋知，伊讲明明有，有咱就烧书啦，迄个阿婆就烧书啦，是要烧书偌济，50万啦，我就毋捌咧输个啦。迄个研究50万，迄个现书啊，明明都无啊。迄个阿婆讲好，笑好，麻烦了50万啊。但是我爱搁找一个证明啊，无时间交你爱烦了。好，迄个阿婆就讲啊，更较有钱个晓啊。好，对一间个银行长，我起价土吞起来，就吞起来。话唔相信，哪有可能？银行长是恁囝哩，还是恁啥嘛？无可能啊！迄个阿婆讲。靠迄无可能，毋是我若叫伊，我来参我来叫伊吞下就吞下，迄话毋相信，拄仔这就输啦，迄较铁铁啦，哪有可能？你也毋是啥物神龙叫吞就吞，安尼好，迄个阿婆讲无咱来查输啦，假使我去老周叫伊拖吞起100万，你敢相信？迄个就输讲，这都无可能个代志，好，我甲你相输，好，笑好，调啊个笑。昨仔甲带去银行长遐，银行长人我带来啊，迄个要做第三者要看的，我说来你的房间先，昨仔甲带去个房间先，我过，银行长我过，好听个，我人带来啊，迄个银行长是影互我存起来，有无啊，哇，你讲无就是无，50万了去，迄个阿婆了50万，伊讲。你讲烧钱毋捌输，现了的50万，就讲唔係你講我頭了，我也去趁50萬。迄個就輸面全的成啦。你真正迄個人做福建就安尼啦，我100萬了，慘你甲看銀行叫我你了50萬，你家講燒錢毋捌輸，就輸我好輸，迄個就輸，我才差100萬嘅，我要我趁50萬，互你50萬，我要過50萬嘅，我老輸，迄人也強。用头壳去趁钱，迄是故事啊！你莫去参小书啦。迄是爱上到遐，或者骗到遐，你嘛讲真正，等于要用这波来无效，迄是上因为到中昼啊，你得爱困无讲即个，互恁欢喜一个摕出恁的精神今日我一直讲，你怎会来困去就无采我咧讲啊你。
第四点，第三点我讲啊。啊，袂啦。第三点，强心而思以苦啦吼，强心咱爱思考，爱谨慎，看本身上看好共款。当强官强心呢，迄工作顺序时呢，更要怀有戒心恐怖，咱爱戒心恐怖啦。哦，毋通强强通信你好，对你袂歹，你怎放出去啊？安尼。所以讲爱有如临亲缘，如履薄冰的迄个心，亲像迄大地咧薄冰。迄若叫石头板当个亲缘，爱为正正认认真的心，看本如看好咧。哦，历史上呢，建窑因向而忘记本分啦，连建窑咱拢知影。哦，迄个雍正的时代，迄个连建窑作用的，这人去拄要，若要收一个拢去拄要几百人拢无问题咧。哦，迄国年代、国朝代拢有一个雍正，拢有雍正。哦。迄个连根窑吼，安尼啊，遐尼啊用。伊即马皇帝呢，雍正甲派去呢，要甲迄个围剿青海吼，壮壮的青海，叫伊派兵去要攻打青海，好去派兵去攻打青海。其实青海，哦安尼。